如果你想有瞬間緊緻嘅效果，你可能會選擇 HIFU， 但係其實 V 面嘅效果可以比你想象中 last 得更耐㗎。HIFU 嘅原理，佢係利用60至70度嘅高溫喺真皮層產生熱凝固點，刺激膠原蛋白，咁就能夠拉緊肌膚。簡單嚟講就好似煎牛扒咁，蛋白質遇熱就會收縮，咁所以 HIFU 針對鬆弛係好有效㗎。但係呢啲都只係解決緊皮上嘅問題，真正嘅元兇係面部最底層嘅面韌帶出現咗筋膜黏連，情況就好似一張冇咗彈性嘅床褥，底層嘅彈弓壞咗，換幾靚嘅床單都係冇承托力㗎。最直接嘅做法就係令底層彈弓回復彈性。Moules 獨有嘅 S-Wave 採用咗醫療級聚焦衝擊波，穿透深度達到5mm，比起一般 HIFU 嘅4.5mm 更加深，促進膠原蛋白增生之餘，震碎筋膜層黏連組織，同時都喚醒老化嘅面部韌帶。過程之中冇熱感、冇痛感、冇修復期，做到真正嘅 push up 提拉效果，就好似咁樣、咁樣同埋咁樣。同一日仲可以同其他儀器 mix and match，由內到外喚醒緊緻力量啦。